中国疫情真严重，有专家质疑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无准，一个寒人死亡的人数恐惊超过100万人。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投票头11轮摇步结果拍破164年来纪录，共和党阁有人提名 Trump 来做议长。罗西亚总统普丁下令军队停战36点钟，让大家会当1月初7过东正教耶诞节。不过乌克兰的民众批评罗西亚假神假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疫情真严重，各地头的病院客满人，专家质疑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死亡数拢无准，一个寒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100万人。另外，香港的民众惊中国初八开放边境了后，游客会甲病毒汇集来香港，即阵拢赶要出疫苗。较侪个患者扩散数辅助喘气，并增加基准式的走道拢客满。上海郊区这间病院每一个病患平均候诊时间超过5点钟。面对解封了后增加真侪的新冠确诊人数，中国各地医疗用人拢真严。放开这个钱，有一系列的那个动作，让大家知道多少岁数的人应该怎么样。最起码药店都到充足了，完了以后再开放是比较好的。中国官方讲，疫情伫会当控制阶段，目前敢若甲肺炎加呼吸衰竭的死亡病例列入新冠死亡人数。顶礼拜官方公告的确诊人数敢若2万，不过新闻工会专家提出质疑。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re'll be 1 million deaths or more this winter from COVID in China. And in rural areas that the healthcare systems are not so robust, that's when we may see more impact of the virus. But for some major cities, hopefully the peak in hospitalizations, the peak in severe cases is passing. By maybe the end of January, hopefully the hospitals will be easing up. 中国特别伫初八开放香港边界，是3年来头一届开放。香港地区政府预定单日通关人数会达到6万人。香港居民是烦恼变种病毒嘛会对入来，确诊大陆人滞留，恐惊全香港拢变做临时病院。因為以我所知，可能內地方面都爆發得好厲害，因為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其實即係內地人其實係可以付費嚟打呢個2價疫苗啊嘛。咁到時與其先好，大家好互相逼嚟逼去，不如我自己早啲嚟打咗先咁樣。搶注疫苗，都驚又閣發生大規模感染，香港居民唔敢大意。不過，伫要到下農曆新年，春運總量挖近21億人，若是運業第一線工作人員感染的風險大，回鄉民眾恐驚會甲病毒帶回鄉村地區，所以農曆春節了後，中國偏向農村地區的疫情有大流行的可能。公司新聞紐言編譯。中國初八就要放令民眾出國旅行限制。后边建议所有成员国都要求中国来旅客入境进前先体检。德国总表示会要求中国的旅客快筛阴性才会使入境。不过泰国说讲，疫情阁会当控制掉，无必要甲防疫政策缩限。过去2年外，入境爱做体检的政策，伫德国又搁定头实施，只是讲这边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的时阵，才爱实施体检。欧盟进前强烈建议讲，所有的成员国应该对来自中国的航班实施严管的措施，来应付中国伫个初八就要来放令的旅行限制。Die Einreise ist nur gestattet mit einem negativen Test. Das ist also hier die Grundlage. Und wir werden darüber hinaus also an den Flughäfen systematisch durch Stichproben nach Varianten forschen und ein systematisches Abwassermonitoring auch vornehmen, sodass wir also hier die Gefahr gut bannen können. 欧盟的部分国家，亲像意大利、西班牙，还有法国，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入境的班机来做实施检定。中国本土的疫情大爆发，当局公布的数字煞无法度来反映实际状况。即摆要搁复回民众出境来旅游，互各国的心经线拢假案来对付。不如个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为着要拼观光，拢来宣布防疫措施的政策，拢会同款来对待，袂针对特定的国家来实施防疫管制。也若美国除了讲要求对中港澳来的旅客，伫个登机48小时内要有阴性的证明，科甲嘛伫个机场来设自愿体检站，来预防新变异株的出现。这款的有预警的功能，包含洛杉矶、西雅图等，拢总有7座国际机场来扮演这款守卫台的角色。
伫个扩大台检航班了后，目前这项计划上介少还佫包含有对30个国家来，差不多有500个航班，其中有290个是对中国还佫有边仔地区来的。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投票还未结束，共和党占222个席次，和民主党212个席次比起来，问题是照理来讲较占赢面。要选出一个议长应该是真简单，不过共和党内即阵煞是踮牛条内底相斗。共和党的众议员麦卡锡要选议长，自由派煞无满意，认为伊对民主党的态度伤软，就甲反制要延长予伊。因为麦卡锡若想要当选，就要摕到218票。不过投票即马投11轮啊，拖3天啊，麦卡锡的票数共款无过半，煞无法度顺利选调。有10外人走票，而且每一轮的票数是愈来愈少，打破164年来纪录。看民主党这边的杰佛瑞斯，虽然席次无过半，无可能做议长，不过票数拢真稳定。因为共和党内无团结，后一轮投票是美东时间拜6中昼继续投。因为议长无一定就爱议员才通做。共和党即阵阁有人提名前总统 Trump 来做议长。And so I nominate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we must make our country great again, and he can start by mak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reat again.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延长赛进行到第3回合的时阵，共和党及右派势力自由党团内底，上届反对众议领袖麦卡锡的非洲议员盖茨，加前总统川普肯伫候选人名单。只不过最后投票结果无亲像伊所希望的，就只有盖茨本人一票而已。麦卡锡必须伫全院435席内底得到218人的支持，才获顺利坐上议长的宝座。民主党所提名的非洲的领袖杰佛瑞斯，伫党内大团结气氛下，投票拢投予伊，一路保持212票。而麦卡锡是伫自由党团20名议员的强烈抵制之下，一路去掉咧。也暴露选后共和党是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更加互外界看到美国民主两正一面。How long do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drag out for at this point? I'd love to know, but we're working through and we made good progress today, so we'll continue to talk. Did you ever think it would? 新的会期议长选袂出来，众议院就无法度来进行任何重要职能，包含监督国家安全、调查政府不当行为，也佮通过立法等，各会因素拢袂顶袂当的。共和党议员和家己党内这派六人的极右派，和一个塔利班20人的派听的外号。因主要来自美国南方，大部分是2020年大选川普的铁票区，计半数拢拒绝承认顶摆总统大选的结果。美国媒体消息讲，麦卡锡为了当选，决定对自由党团提出了一连串要求来让步，而且改变会下落议长办公室的权力，并且和普通的议员在法案的起草也有通过方面拥有较大影响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初六公布去年11月薪水调查，因为物价称悬，实际领到的薪水和2021年同期比起来减3.8%，连续8个月负成长，嘛是8年半以来跋上济一届。厚生劳动省呼吁企业应该爱甲薪水调悬。再来看韩国朝鲜日报，首尔有一间中国餐厅，怀疑是中国海外警察的秘密据点。餐厅负责人开记者会，为回应只是正常营业。不过，南韩国家情报院表示，餐厅的讲法不是事实，等咧调查看敢有违反国际公约。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哈利王子的新册要出版啊，伊也讲家己捌食到。伫阿富汗做兵的时，开直升机杀死25个塔利班的士兵。佮讲家己和阿兄威廉王子捌求国王卖带卡片来做某。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罗西亚总统普丁下令军队伫东正到耶诞节期间停战36点钟。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罗西亚的军队全部撤离，战争才有法度收束。美国总统拜登嘛认为，普丁只是想要小可休喘尔。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众议院经过3天11轮的投票，依然选不出新的议长。风声讲，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麦卡锡愿意对党内右派势力让步，不过外界认为，伊准讲选调嘛无法度落权，只是一个摆卡议长。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丁下令罗西亚军队爱停战36点钟，让大家伫1月初7东正到的
平安夜和耶诞节会当去做礼拜，嘛呼吁乌克兰停战。不过乌克兰的民众批评罗西亚是假善假德，若西方的国家嘛继续提供武器予乌克兰，法国测试就予乌克兰新的战车。因为1月初7是东正教的圣诞节，俄罗斯总统普廷随后宣布停火36点钟，也希望乌克兰做伙停火。这是拍了10个月俄乌战争第一遍团式停火。不过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是反映在个东正教分家在去年12月25过圣诞，也批评普廷是假好心。Так що 31 грудня ніякої тиші не було, і ми під такі бомбьошки ми зустрічали Новий рік.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лицемірство зі сторони Путіна. Це 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是因为俄罗斯伫跨年暗对基辅进行轰炸，当作新年礼物，这么颠倒叫人以毒报还。乌克兰是拒绝停火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也讲，普丁的36点钟停火是想要休喘。I'm reluctant to respond to anything Putin says. I found it interesting. He was ready to bomb hospitals and nurseries and churches and with on the 25th and New Year's, and I mean, I think he's trying to find some oxygen. 俄军最近把火力集中对乌东的巴赫穆特这个新型战区发动攻势，不过乌克兰讲，在过去一天已经拍死800个以上的俄军，也把战机、直升机拍落来，也射到坦克车，互俄军受到正大损失。而且西方国家继续对俄罗斯提供军援，法国在随时第一遍提供乌克兰轻型装甲战车，是第一遍军援西方设计战车。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在甲德国总理肖兹通过电话了，讲两个国家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战车加爱国者飞弹系统，也欢迎美国另外关防空系统加战车予乌克兰。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来看美国犹他州发生枪杀规家伙仔的命案，凶手是一个查甫人，因为太太要和伊离婚，伊就甲太太、丈夫甲5囡仔拢开枪打死，落尾家己嘛自杀。规口罩8个人拢死亡。警方伫犹他州伊诺克这间厝外口有封锁线，这件灭门血案，和这个人口有8000人的店，大家拢真惊。市长切斯纳特讲，这个家庭的囡仔甲伊的囡仔，捌伫因兜后院做伙耍。市府的官员讲，愈多人逃杀，这礼拜本来有一个会面，不过人无来。社福单位伫咧初5去因兜看，发现因规家伙仔拢死伫厝内。Today, a welfare check was called into the Union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o check on a home here on Albert Drive. Upon entering the home, the officers found 8 individuals, 3 adults and 5 minors who had received gunshots and were deceased. 市府的官员讲，42岁翁塞海特正枪杀40岁牵手逃杀，甲伊的丈妈，所以对家己5个囡仔开枪，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枪伤。根据法院记录，牵手逃杀伫顶个月2日提离婚，也已经收到文件。警方讲，几多年前就针对这个家庭做一寡调查，不过无讲是甚物情形。美联社报道讲，这个社区是全国发展上紧的地区之一，真侪拢是大家庭，也甲犹他州大部分人同款信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也就是摩门教。We all know this family. Many of us have served with them in church, in community, and have gone to school with these individuals. 犹他州长考克斯加总统拜登拢发声明哀悼。拜登并且讲，这是一件悲惨的枪击事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墨西哥当局拜四甲卖毒品的集团老大古兹曼的后生抓起来，얻到随起诉作乱，和警察开枪对战，民营甲军方的飞行机拢互枪支打着，造成3个安全人员死亡。当局下令西纳罗亚州有几个机场拢爱暂时关起来，学校嘛停课到拜5。大型火车互放火，火烧甲真大，高烟一直冲出来。边仔迄台公车已经烧甲剩车5厘米。墨西哥武装部队拜四发动突袭，成功抓到贩毒集团的老大古兹曼的后生奥维迪奥。俄方随即展开报复行动，伫贩毒集团大本营西纳罗亚州真侪所在城市来放火烧车，并且对军机甲客机来开火。旅客看到实在唔敢相信。
las Fuerzas Armadas aquí al aeropuerto y los recibieron a balazos. Entonces, nosotros íbamos tratando de irnos caminando a la casa de un amigo, pero pues no se pudo, porque los agarraron a balazos y el avión tuvo.受影响的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囡仔行到慢慢好，乘客也拢找暗号，驾驶无人员来受伤。而相关的场景，2019年也捌发生过。当时武装部队也是要掠奥维迪奥，甲维毒集团的黑帮爆发枪战，轨道上有未少人死亡。当局为了避免衍生更加多暴力的行为，规模外过了后就将奥维迪奥放出去。验过根据美方的情报，奥维迪奥接下老爸维毒的事业了后，增加在一个毒品工厂，每个月生产1300公斤到2200公斤的毒品，其中多数是走私到美国。美方伫去年12月悬赏500万的美金，要掠奥维迪奥甲伊3个兄弟。这摆墨西哥当局得到美国协助，伫经过6个月监控的行动了后，要成功掠到人。El detenido fue trasladado desde el punto de su detención a la Ciudad de México en aeronaves de la Fuerza Aérea Mexicana. Hasta el momento, el personal del Ejército Mexicano y Guardia Nacional continúan realizando reconocimientos terrestres y aeronaves de la Fuerza Aérea Mexicana realizan reconocimientos aéreos. 墨西哥国防部表示，这阵奥维迪奥已经予军机送到墨西哥市，为了安全，案发地点西纳罗亚州有军来机场暂时关起来，学校也停课到拜五。特别注意的是，下礼拜墨西哥会主办北美领袖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有下礼拜就到位。这事件发生的时机是真敏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伫台湾有一个团体招民众甲头毛加入来做假头章，关乎着癌的患者。若欧洲有人发起回收头毛的计划，剃头店甲人客加头毛，无爱头毛本地拢爱直接单掉。毋过头毛吸油的效果真好，即马收集起来做吸油的炭仔，废弃物定再利用，搁真环保。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间美容院内面，师傅当在帮人客加头毛。本来这加落来的头毛，拢是当做粪扫单掉，但是即马美容院的员工拢会好咧啊，把头毛拢收集起来，堆咧一地搁一地的纸袋仔内面。一个查甫人撒开美容院的门行入来，摕过来新的纸袋仔互头家，嘛顺续来摕已经戴满头毛的纸袋仔。伊是比利时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甲真侪间美容院合作，发起一个回收头毛的计划。将这收集起来的头毛放入去一个机器内面了后，机器就会把头毛变做一片一片，敢若薄薄的毯仔，然后再搁一沿一沿缀做伙，看起来敢若地毯，会当用来甲油吸起来，效果非常好的头毛吸油毯仔就完成啊。Alors ces produits d'un kilo de cheveux, ça peut absorber à peu près 7 à 8 litres d'hydrocarbures ou d'huile. Et donc c'est utile effectivement pour absorber dans le cadre des pollutions. 头毛回收计划创办人詹森，甲因做的头毛吸油毯仔摕来这个汽车的修理厂。原本伫修理汽车的时阵，拆零件、钻孔，拢会漏一寡油出来，真歹处理。但是甲头毛做的吸油毯仔铺伫涂骹，油就会当吸甲清气淡淡。另外，伊嘛甲头毛的毯仔做长长一条，铺伫下水道的水沟仔内面，就毋免烦恼垃圾油会流去其他所在，造成污染。这个头毛回收的计划，毋但是修车厂的员工感觉真好，美容院的师傅嘛真愿意配合。就连来加头毛的人，知影家己加落来头毛原来阁遮尔有路用，嘛感觉真欢喜。Je dirais même que ça me motive à revenir ici, et je pense qu'il devrait le mettre en avant. Ça peut attirer une nouvelle clientèle. 事实上，真正伫英国、法国拢有美容院会回收头毛，搁再利用来吸油。即马比利时嘛开始安尼做，相信未来有愈来愈侪所在，拢会用这种简单搁环保的方式解决污染的问题。记者甘恩恩编译。来看全球的冰河是愈来愈少啊，而且消失的速度是超过科学家暗算。昨有一篇发表伫国际期刊顶悬的上新研究，指出讲，就算世界各国针对减少暖化、甲碳排放等等的气候项目拢有达成，不过伫21世纪结束之前，地球嘛有一半冰河会消失去。伫咧挪威尼哥不林冰川，每下一步拢爱好好珍惜，因为脚底下即个冰蓝色嘅美丽风景，以后可能会看无啊。这是科学家伫咧摩加格陵兰一个南极洲的冰川顶头嘅冰河算入去的情形下，以地球温度升悬摄氏1.5度、2度、3度加4度的模型来预测全世界215000条陆地冰河
发现到这个世纪结束，就算是甲温度升悬控制伫个摄氏1.5度以内，也有26%的冰河会消失。更加何况目前1.5度的目标拢还未达成。报告讲，就算是设定的气候目标拢达成，到2100年进前，上最也是有50%的冰河会完全消失。They're being lost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we can do about it. And 50% loss is considerable. Losing 25% of the total glacier mass is a lot, but it's a lot less than 40%.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以此卖气候承诺来看，在2100年进前，地球的温度将会增加摄氏2.1度到2.9度。那真正安尼是，包括欧洲的中部、一个美国、加拿大西部以及纽西兰真侪地区的冰河，可能拢会永远消失。A lot of the small glaciers, they're simply not large enough, and they're in locations that do not allow them to survive these increases in temperature. And that's why we see a lot of the mass loss by number. Those very large percentages, about 50 to 80%. Glaciers are currently one of the largest contributors to sea level rise globally. 研究人员预测，温度若增加摄氏1.5度，海平面会升悬9公分；若是增加4度，海平面上升的悬度会到15.4公分。目前有真侪地势较低所在沿海地区，拢会规个无去。虽然地球的环境恶化看起来是无法度转去以前的情形。严格科学家认为，因应气候变迁的各种努力，有外会当帮助减缓对地球的伤害，也当降低大自然的环保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威胁。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